广西梧州哪里的女生说話最溫柔？一起來聽聽看。陳喜事，我發覺沈溪咯，乜嘢都中意去款命噶，攞買到蘿蔔又要款款，買到銀紙又要款款，然之後聽佢哋講，呢隻乜嘢福啊，帶粒乜嘢嘢就會順利啦個。湯縣，你哋知道我哋鄧園為什麼叫鄧園嗎？因為我哋啲光乜嘢係都帶隻鄧字，睡覺鄧、車鄧、陰鄧、起身鄧、吃夜鄧、你結婚鄧。蒙山縣，日到就發財，夜到就發丁，吹風落水就冧妹傾，幸福生活就光翻星，家庭和睦就發大丁，有吃有喝咪使出聲。蒼梧縣，我試過聽過，聽另一其中嘅那山卡卡講，如果你有人插到我嘅話呢，我就聽你得飯咯。你逼乜嘢下呢，就我埋單；你逼乜嘢上呢，就你埋單咯噃。市內三區，呢個世界上好睇嘅女仔太多啦，你又經驗唔到邊個，都冇有咩特別，都冇可能成為邊個嘅例外同埋偏愛，但係你依然係一個黃狗仔。